中国解放军即马长得军演，佮甲咱台湾包围起来，这嘛引起国际上的关心。日本就表示，日本会和美国和其他的盟国做伙向中国表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决心，也有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另外，美国的印太副司令嘛有证实讲，解放军去年有捌入侵台湾的演习，演练封锁台湾海空域登陆反作战这内容，嘛强调讲，中国真正的攻击行为，唔是真赶紧的，嘛唔是无法度避免的。乌丘与东引岛周边，中军搁再宣布伫台海周边举行2天的宽大军演，附近的日本政府虽表达关心。台湾海峡の平和と安定の重要性について、引き続き中国側に直接しっかりと伝えるとともに、米国をはじめとする同盟国、同志国と緊密に連携しながら、各国共通の立場として明確に発信を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ります。有专家认为，为这届军演的范围甲内容研判伫演练武力反台作战的各阶段场景，美军自印太高级将领证实，中军去年就捌进行侵台演习。The PLA continues to exercise critical elements of potential military invasion of Taiwan. Last year, they simulated a maritime and air blockade of the island. Subsequent exercises in this past year featured amphibious assault and counter-intervention operations. 美军印太副司令指出，需要认真看待习近平下令强军伫2027年前做好攻台的准备。不过，伊嘛强调，真正的攻击行动毋是随便拍，也是无法度避免。搁再声明，伫印太地区的冲突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是倒影台头一场行政议会透早 AIT 处长孙晓雅甲 AIT 主席罗森伯格罕见出现伫行政院，停留稍了1点钟，引起关心。他们原本就有旧式的纪连城政委这个做拜会，并且来恭喜他。开院会之前，他们就已经结束了拜会，并且离开了行政院。在期间呢，并未与卓荣泰院长会面。行政院是表示 ，AIT 官员是拜会老朋友，捌担任陆军副司令的政委员桂连成无参加行政议会。外界讲，单位应该有牵涉到美方关心的选民防卫议题。记者综合报道。